頭先逛咗下蓮塘口岸啊，蓮塘口岸我其實都嚟由呢度過關過幾次㗎啦。其實咧，佢最大嘅特點咧就係嗰啲設施係比較新啲咯，同埋咧嗰個交通費用啊係比較平。由呢度入去咧，過咗關之後咧，如果人唔多嘅話咧，大概係20分鐘嘅啫。過咗去咧就即刻有巴士喎，嗰啲巴士好多啊，可以去到上水啦，去到粉嶺啦，去到上水有嗰啲小巴 S59小巴，999就可以到啦。應該20分鐘就到呢個上水火車站，跟住再坐火車去旺角，好方便。同時仲有雙層大巴去嗰個粉嶺火車站，仲會有睇到有啲車可以直接去到嗰個大埔啊，其他地方好多部嗰啲車都可以渡關過香港嗰邊啊，而且嗰個費用咧應該都唔貴，都係10蚊左右嘅啫。咁佢出邊呢度咧嗰啲嘢食嘢咧又特別平嘅喎。頭先逛咗一下嗰啲雞啊、鵝啊嗰啲，同我哋裡面即係內地嗰啲街市嗰啲價錢係差唔多㗎，唔會特別貴，而且個品質咧唔會差。你知啦，香港人一般食嘢咧都比較講究㗎嘛，所以佢品質唔好嗰啲咧，佢係做唔到生意嘅。好啦，我係阿陳生，今日喺呢個蓮塘口岸，頭先喺口岸裏面逛咗一圈啦，依家行到口岸門口啊，依家我要坐地鐵啊，坐地鐵去另外一個地方啊。我係專門關注香港人喺內地生活嘅陳生。如果你有興趣喺呢方面內容嘅話咧，就關注我啦。而且有咩留言嘅話，就喺下面度留言啦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